我係14號林永嫻。喺呢2個禮拜以嚟，我每日都食多咗啲生果，同埋沖咗多啲涼，嚟保持心境舒暢。希望今晚我有更好嘅表現。14號林永嫻，身高1.62米，佢最中意着嘅係黑白配襯嘅服裝。咁如果設計加啲古典味，就會更加添呢個高貴魅力啦。14號林永嫻小姐，佢認為去北歐避暑啊，響冰天雪地享受呢個芬蘭浴就係最佳嘅消暑方法。不過最緊要啊，要響冬天儲10份嘅 part time，儲夠錢先。14號林永嫻。佢喺泰國布吉島拍外景咧，因為言語不通啊，喺購買紀念品嘅時候咧，竟然咧鬧出咗一個好尷尬嘅笑話。陳生你好，林小姐你好。你喺泰國鬧咗個笑話，好尷尬啊！係啊。咩嚟啊？講嚟聽下，大家分享下先。尷尬笑啊！咁我記得有一次喺布吉島買嘢喎，我睇眼吊燈係膠做嘅，但明明個售貨員話水晶晶、水晶晶咁喎，咁我好奇怪佢點解話水晶啦？咁收尾我就同佢拗啦，咁我後尾冇理佢走咗啦。咁翻到同班家嚟講翻，但我大笑我一輪之後就話你擺咗大烏龍啦！水晶晶嘅泰文係解女仔靚咁解啊！原來咁解㗎，妖水晶晶，水晶晶，水晶晶。好啦，咁我想問你個問題啦。香港小姐咧好多時候都會有出外訪問㗎。咁假如萬一你誒流落到某個非洲某地，咁你誒想買紀念品，但你又唔識講嗰邊嘅話喎，咁啊，如果你當我係售貨員啦，我想請問你有咩辦法叫我賣平啲賣俾你？平啲賣。我諗我會做一個好不滿意表情。做俾我睇啦，我係售貨員啦，單砍炒面都攤到痛。難明啊，猛能。跟住咧，我就會喺我袋度攞我所想俾你嘅錢出嚟俾你睇。難滿能啊！指住貨物，如果你咁都唔滿意，咁我加啲啦。能。然後跟住再加啲。咁你一路咁加就唔平噶咯噃。加到有，如果500蚊，我最多會加到300蚊度啦。啱啦，即係賣俾你啦，而家多謝你。多謝你。is 幾多號啊？14號 number 14嘅林永嫻小姐 ，Miss 林永嫻。恭喜林小姐，好多謝魏宣彤小姐。徘徊叢林迎着雨，染濕風中的發端，低訴細雨路遙若困倦，靜靠彎彎小草已清泉，悠悠流泉隨路轉。偶於山中轉數圈，一片遠遠漸忘落葉，蕩向清溪之中早飄遠。送你送你，祝福永不斷，輕輕的飄，尋覓無邊路遠，借那鳥語，路上細天。拜託清風，
想沖